佳景康城第3期樓王單位14座，呢邊咧就係交樓標準嚟嘅，係2梯3戶嘅設計。而家所睇到呢個咧就係133平方嘅3+1戶型，呢個空間完全可以利用嘅。而家所睇到嘅就係佢交樓標準嚟嘅，話算係價值5000蚊平方嚟嘅。呢個歐床嘅實木門啊，3一開嘅，呢啲都係交標嚟嘅。呢個 U 字型嘅廚房空間 O 唔 OK？仲帶埋一個明窗啊，望翻出邊咧就係2期嘅別墅嚟嘅。西門子嘅抽油機就係消毒櫃同埋佢拍泥嘅一個櫥櫃，呢啲通通係交標嚟嘅。松下嘅涼霸啊，呢啲都有埋嘅。呢邊咧就係工人嘅房間嚟嘅，姐姐嘅房間。呢個空間咧仲帶埋一個3個兩台晾衫褲嘅位置嚟嘅。呢邊咧就係客廳飯廳嘅位置。開間就係5.2米嚟嘅，我啲大金空調啊，同美國 PPG 嘅一個大 C7呢啲都有埋嘅。背景牆係定做嚟嘅，嗱道格拉斯嘅木紋磚全部安排到位。呢個咧係東南向嘅一個陽台，望翻2期嘅別墅啊，同埋我哋中間嘅我哋嘅園林景觀啊，價值3000萬嚟嘅。因為佳景康城3期咧係匯合式嘅設計，樓王咧就係中間位置，所以佢位置係非常之安靜嘅。佳景康城呢個位置係無論去邊度都方便，5分鐘我哋嘅優惠商場啊，同埋個山姆碗店嘅全部去到啦。而且我哋嘅明珠輕軌站步行我大概1公里就去到啦。呢個次臥空間得唔得啊？誇唔誇張啊？空調都有埋㗎。我哋睇下其中嘅一個細房間嚟嘅，呢個就叫做細房間，空間都唔細嘅。呢個空間 O 唔 OK 啊？公共嘅洗手間位置啊，我哋嘅龍頭花灑係高耳嘅，同埋漢斯格雅嘅坐便器，呢啲全部安排到位，全部係用到德系嘅一個裝修標準交俾你主人套間，大家好好感受下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嘅位置啦，洗手間嘅空間都唔細嘅。主人套間同樣望翻小區嘅園林景觀，133平方嘅3+1型，下方留言資料。